咱那江湖乡今仔日是恢复上课，不过当地几啊间小学还咧收容灾民，有家长质疑讲相关的配套无做了周知。咱那花莲县府是讲会分区管理，未去干扰到学生上课。另外，昨晖中秋休假，真侪志工拍无火车票通转，代替嘛开放自强号会当买客票。车头外口全是人。中秋连假志工来到灾区，继续协助花莲复原。不过连假最后一天，规定人要转厝，车票真好买。无论是上北路南的对号座，这都开始卖，随着小甲空。半夜4点的时候要抢票，有没有听说朋友都买不到？有，然后他们就是用站票。我们现在开放无座位自强号乘车。灾后志工总动员，和灾区的生活慢慢恢复正常。停课几年间的江湖乡7间国中小，随时都要实体上课，学生的人数是300人以上。不过江湖乡工会先用线顶上课，13再恢复实体。清除的部分已经达到9%，但是他们活动的空间，包含篮球场、包含棒球场、足球场，目前已经受损，所以呢，暂时没有办法开放。虽然户外场地受到严重的损伤，不过江湖各中已经有对策，清污嘛大概完成，尽量袂影响到学生上课。营养午餐是协调北京校供应，不过当地有几啊间小学，目前还有咧带灾民，引起家长的焦疑不安。你们都措施都没有配套完善好，你们就直接下达命令是你们大厅要怎么样，你们大厅要怎么样。部分学生家长质疑相关的配套无周知，和上课乱吵吵，事先嘛无和家长充分沟通，尤其是大圳国小安置的受灾户超过170人，人是不加多。在这种艰困的一个时空环境里面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共体时间？那我们承诺会尽快的来把校园还给学生。我们学校有一边受灾户可以从独立的路线进来。花莲县政府回应讲，要让所有的灾民转厝，实际上也有困难，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度过这个艰难。现时就要复课，希望会当甲学生甲灾民分区管理，动线明确分开，互双方互相袂去干扰着。警方嘛派驻伫小学外口管制人员的出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